今次宏福屋苑嘅火災，大家都好唔開心。但係而家我哋當務之急就係諗下點樣處理後續嘅事宜，而後續嘅事宜而家其實都避免不過就係要政府出手。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大家嘅力量去迫使政府去同可能唔同嘅財團去溝通，究竟宏福苑之後重建嘅方案係點樣樣？今次嘅案例比較特殊，同以往嘅淘大時昌迷你倉唔同，因為以往嘅火燭好多時咧要重建嘅時候都係一啲大業主，佢已經攞大部分業權，但係今次大部分業權都係啲小業主裏邊。咁當業權喺小業主裏邊，我哋要推動佢重建，同埋幫佢重建佢嘅家園，其實好困難嘅事情，難免需要一啲財團去出手，可能收購小業主裏邊手上嘅業權，或者再可能提供一啲可能補助嘅方案，令到佢哋重新出發，重新去建立佢新嘅家園，等佢哋可以行到之後嘅路。我今日拍呢段片都希望大家可以用到你哋自己嘅 connection， 或者去傳遞呢啲信息，俾到政府可以留意到，甚至乎可能同啲區議員或者唔同嘅立法會議員，希望提到呢個信息，等各大嘅財團甚至乎政府可以留意到呢個方案，同埋要點樣處理。我哋早一日處理，咁嗰啲受難嘅人士就可以早一日可以重返家園，同埋做過佢嘅正常嘅生活。